次嚟啟德唔係睇波睇 show， 唔係上遊輪，而係去玩水上運動啊 ！Let's go！ 今次我帶大家去嘅係今年夏天全新開幕嘅賽馬會啟德水上運動中心啊！坐落喺舊啟德機場跑道，巴士站行2分鐘就到。認住呢一棟紅白格仔嘅建築物就係㗎啦。前身係70年代舊啟德消防局大樓，依家活化咗就變成九龍東第一個集水上運動、消閒娛樂同埋社區共融嘅綜合水上運動場地。今次我嘅目標就係試玩近年大熱嘅立蛙板，又叫直立板啊！Hello Gary 教練，早晨啊！嗱，今次咧我就會同 Gary 教練學立蛙板。嗱，其實我未學過嘅，可唔可以介紹下？立蛙板咧好簡單嘅啫，一塊板，你只要咧企咗喺上面，揸住支槳，着住助浮衣，有埋個腳帶咧，你基本識咗前後槳之後咧，咁你就可以開始去玩啦，去體驗啦。聽教練講，立蛙板係新手友善嘅運動嚟嘅，初學者一般可以喺幾個鐘就學識4式，即係趴啦、跪、坐同埋企。果然我喺陸地上面學好蛙板動作之後，學咗唔使半個鐘就企到啦，可以一邊蛙一邊欣賞啟德河嘅景色啊！過程入邊呢，我覺得最難嘅係轉向啊，一個唔覺意蛙得太大力就會容易失平衡跌落水噶啦。好彩中心呢度有齊更衣室同埋淋浴設施，咁就唔使擔心啦。呢度仲有好多唔同嘅水上活動可以玩噶，好似爬獨木舟啊、玩賽艇，連龍舟都有得學啊！平時學水上運動都唔平噶，呢度最正嘅就係有賽馬會嘅資助計劃，歡迎學校同埋一啲非牟利機構等等申請免費體驗課程，等大家有更加多嘅機會接觸各樣水上活動。臨走之前，記得行上紅白建築旁邊嘅新大樓啊！嗰度有個空中花園觀賞區可以打卡㗎。想知更加多中心嘅詳情就 click 入內文睇啦。